我撑伞，是我的安全感，情感一切困难，盼望未来，自由的出发，释放我的情感，你是我勇敢。没有惩罚，没有重担，因我活在你爱里，可以坦然面对自己。我的恐惧，我的软弱，全都交在你手中。I am not alone。没有惩罚，没有重担，因我活在你爱里，可以坦然面对自己。我的恐惧，我的软弱，全都交在你手中。I am not alone。你会为我撑伞，是我的安全感，心看一切困难，盼望未来，自由踏出步伐，释放我的情感，你是我勇敢，不再为明天忧虑，将与美好事相遇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我已经得着能力，不再为明天忧虑，将与美好事相遇。万事互相效力，我已得着能力。你会为我撑伞，是我的安全感，情感一切困难，盼望未来，自由踏出步伐，释放我的情感，你是我勇敢。你会为我撑伞，是我的安全感，情感一切困难，盼望未来，自由踏出步伐，释放我的情感，你是我勇敢，你是我勇敢。
喂，音控帮我把那个9号、10号的麦打开。啊，那个。那我们2堂礼拜1分钟后开始。好，那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。全能的主宰，道成肉身显明你的爱，奇妙主，荣耀神何等的伟大，圣洁尊贵的君王，超乎万民在权力之上，为我罪流宝血赎回我生命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你掌权直到永远，我要扬声赞美你。大家一起来！哦，何等伟大的爱，高过诸天深海，让手击大赞美。主你满有能力，世界盼望是你，我要敬拜你。耶稣，我的主。我们从头再来一次。永恒全能的主宰，道成肉身显明你的爱，奇妙主，荣耀神何等的伟大，圣洁尊贵的君王。超乎万民在权力之上，为我罪流宝血赎回我生命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你掌权直到永远，我要扬声赞美你。哦，何等伟大的爱，
高过诸天深海，让手击打赞美。主你满有能力，世界盼望是你，我要敬拜你，耶稣我的主。无人能与你相比，你掌权直到永远，我要扬声赞美你。无人能与你相比，你掌权直到永远，我要扬声赞美你。何等伟大的爱，高过诸天深海，让手击打赞美。主你满有能力，世界盼望是你，我要敬拜你。我们一起宣告：何等伟大的爱，高过诸天深海，让手击打赞美。主你满有能力，世界盼望是你，我要敬拜你，耶稣我的主。你的软弱他都知道，他能体会你的需要，他定的日子你尚未度一日，都已记在他册上。所以你要专心仰望，专心寻求就必寻见，尽管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，让他为你来成就一切。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，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。当你向山举目，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，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。不管你出你入，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。我们从头再来一次，我们好好领受这首歌，我们渴慕它。你的软弱他都知道，他能体会你的需要，他定的日子你尚未度一日，都已记在他册上。所以你要专心仰望，专心寻求就必寻见，紧紧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，让他为你来成就一切。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，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。当你向山举目，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保
就是耶和华，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。不管你出你入，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。你求告他，他就应允你，专心爱他，他必搭救你。在急难中，他与你同行，让他帮助你。他要差派使者保护你，他要用手一生托着你，他要让你享长久生命，让他帮助你。双脚动摇，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。当你向山举目，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，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。不管你出你入，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。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，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。帮你向山举目，你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，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。不管你出你入，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。没有惩罚，没有重担，因我活在你爱里，可以坦然面对自己。我的恐惧，我的软弱，全都交在你手中。I am not alone。我们从头再来一次。没有惩罚，没有重担，因我活在你爱里，可以坦然面对自己。我的恐惧，我的软弱，全都交在你手中。I am not alone。你会为我撑伞，是我的安全感，情感一切困难，盼望未来，自由踏出步伐，释放我的情感，你是我勇敢。我们从头再来一次。主啊，感谢你的爱，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。没有惩罚，没有重担，因我活在你爱里，可以坦然面对自己。我的恐惧，我的软弱，全都交在你手中。I am not alone。没有惩罚，没有惩罚，没有重担，因我活在你
爱里，可以坦然面对自己。我的恐惧，我的软弱，全都交在你手中。I am not alone。你会为我撑伞，是我的安全感。轻看一切困难，盼望未来，自由踏出步伐，释放我的情感。你是我勇敢。没有惩罚，没有重担，因我活在你爱里，可以坦然面对自己。我的恐惧，我的软弱，全都交在你手中。I am not alone， 因为我知道你会为我撑伞，是我的安全感。轻看一切困难，盼望未来，自由踏出步伐，释放我的情感。你是我勇敢，你会为我撑伞，是我的安全感。轻看一切困难，盼望未来，自由踏出步伐，释放我的情感。你是我勇敢，不再为明天忧虑，将与美好事相遇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我已经得着能力。我们不要再为明天忧虑，不再为明天忧虑，将与美好事相遇。万事互相效力，我已得着能力。你会为我撑伞，是我的安全感。轻看一切困难，盼望未来，自由踏出步伐，释放我的情感。你是我勇敢，你会为我撑伞，是我的安全感。轻看一切困难，盼望未来，自由踏出步伐，释放我的情感。你是我勇敢，你是我勇敢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者。求你让我们多关心别人的需要，并尽力提供其他人协助，就像你每一时每一刻关心我们的需要。尽管在几千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也要像以前以利沙帮助寡妇一样。先知从你得来的能力，并赐予寡妇拯救，也求你在未来常常赐这份感动给我们，并且常常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遇上苦难时也不惧怕，因为你使我勇敢。请我们依然站立，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。请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。
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坐。奉献，我们请同工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满心感谢赞美你。从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就爱我们，拣选我们，成为你蒙福的儿女，天天在主里眷顾保守着我们。求你保守我们，不贪图世俗的享乐，不贪爱世界的名利，不体贴肉体的情欲，帮助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你，让我们的心喜爱亲近你，时常在真道上造就自己，成为神你合神心意的器皿。主啊，求你充满我们的心，求圣灵管束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管理我们的言语行为，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，也让我们爱神爱人的心不断增长充足，叫我们能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。最后，我们要用你所教导的主祷文这样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报告。代祷事项，我们持续为需要代祷的弟兄姐妹跟国家的总统大选来祷告。那我们看一下教会消息。本主日是玉山神学院的主日奉献主日，感谢泰雅尔宗会的雅歌教会达乌斯传道所带来的信息。那也请继续为玉山神学院关心奉献。一节牧师也受派至雅歌教会请安募款。第二点，下午1点，教育部举办手工皂的制作，地点在教会4楼。第3点，5月22、23，两位牧师参加在职进修课程，题目是婚前辅导，防潜婚姻问题未然之路。第4点，5月27号礼拜六下午4点半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留意。第5点，下主日5月28为圣灵降临节，那将举行本年度的第3次圣礼典。那要受洗跟坚信的弟兄姐妹向牧师报名，那请陪参会员预备自己与主同坐席。那团契消息跟奉献明细我们自己看，那奉献明细如果错的到1楼找干事修正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。
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下4章1到7节。列王记下4章1到7节。那我们来念，大家来看。第1节，有个先知门徒的妻子哀求以利沙说：“你的仆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。现在有债主来，要带走我的2个孩子给他做奴隶。”以利沙对他说：“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。”他说：“婢女家中除了1瓶油之外，剩什么也没有。”以利沙说：“你到外面去，向所有邻舍借器皿，要空的器皿，不要少借。然后你回家，关上门，你和你的儿子在里面把油倒在所有器皿里，倒满了就放在一边。”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，他关上门，把自己和儿子关在家里。他们把器皿拿给他，他就倒油。器皿都满了，他儿子说：“再给我拿器皿来。”儿子对他说：“没有器皿的，油就止住了。”妇人告诉神说：“你去卖了油还债，你和你2个儿子可以靠着所剩的过活。”圣经读到这里，讲到今天达乌斯传道要讲到的题目是从有限到无限。我们请达乌斯牧师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我想要问一下哈，上一堂有在的举手。上一堂。好，因为我讲的例子，我不想要，如果有一样的，然后我就不要讲一样的。好。首先还是要代表着玉山神学院，要谢谢建成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对玉山神学院的支持。在过去的日子以来，有各宗会、各教会的支持，能够让玉山神学院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支持奉献，能够让我们可以培育出很多原住民的牧者出来到各个地方去牧会。首先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哦，因为刚刚我上一堂已经有讲过了，我就不讲那个举例了。我在大学的时候。我就曾经这样跟大家介绍，我叫达护斯达救，好，因为大家可能都不太会念，为什么是达护斯达救？那我有一天我就有一天在那个学校，我就跟我们的同学们讲说，大家好，我叫达护斯达救，打抗打 TW， 还好这个笑话10年了还可以用，因为大家都有笑，现在有点干了哦，好。没关系，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。我想要问各位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有无能为力的经验？有吗？可能现在想，我们可能想不到。好了，疫情对我们来讲无能为力，对吧？因为没有办法去对抗这样的一个病毒，或者是说我们在家里。如果是我们一个人在家里想要移动大型的橱柜，如果我们要大扫除，一个人没有办法搬得动，或者是说你在农田里面，你想要把一颗大石头移开，你也很难，没有办法去处理，或者是说你跟你的男女朋友分手的时候，你的心情会很低落，你发现你没有人在那个当下，你没有办法，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那个时刻。你怎么样去处理你自己的情绪？失落、愤怒，有人会这样很开心的吗？应该很少，但也有可能有，但是很少。所以在那个时刻，我们就真的会体会到，人真的很有限，人真的在很多事情上面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可以处理我们自己的事情，无能为力。我们就连来刚刚看一下我们刚刚的经文，列王记下4章1到7节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个故事提到了先知的门徒
一个近前的门徒过世了，他的太太留下了他的太太，而这个寡妇呢，遇到了3个让她无能为力的事情，3个无能为力的事情。第一个，她失去了丈夫；第二个，他们负债累累；第3个，她的儿子，2个儿子要被抓去还债。如果是我们，你会怎么想？我们可以想想，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不要讲3个，讲疫情好了。我们最靠近我们的这1、2年发生，这2、3年发生的事情，哇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没有人可以去抵挡，每天都在插鼻孔，每天都在快筛啊，每天都要快筛，筛的有完没完事的这种。那我们会在想，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，还有方式，来去面对我们现在的困境还有挑战。从今天这个经文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妇人，她如何面对处理这样的一个困难以及苦难。首先，我们要有一个认知，就是基督徒，你一样会遇到困难，没有人逃得了。很多人认为说，我今天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今天相信了耶稣基督，我就可以平安顺利，可以不经历苦难，不用担心我生活中的各样问题，我就可以到达上帝要我去的预备那个地方。好像说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我可以不用工作了，我可以不用吃饭了，是这样对吗？不对啊，不是这样的。就像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他降世为人，他也经历到这世上许多的苦难，他甚至为了我们的罪，走向了十字架的道路上面，面对死亡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苦难。但是我们也是因为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成为基督徒的我们，应当要去调整我们的心态，就是基督徒，你一定会遇到苦难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人通常遇到困难的第一个反应，抱怨、难过、生气，然后就会问：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的家人？很容易的会因为这些事情，我们会埋怨了上帝，会埋怨了自己所经历到的事情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经文里面提到的妇人，她不是这个样子。当她遇见困难的时候，她第一个，她坚定仰望那全能的神，因为她清楚明白，只有上帝可以帮助解决她的问题，所以她就第1节就提到说，妇人哀求上帝的仆人以利沙，她主动的寻求上帝的帮助。所以经文以下就这么说：以利沙问那妇人说：“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？”以利沙就回答说：“那你家里有什么？我家里只有1瓶油，什么也没有。”在这经文里面，上帝教导我们面对苦难有一个关键的方法，那就是看看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。你现在所拥有的是什么？当这妇人她只看见她所拥有的就只有这1瓶油，她其他什么也没有了。上帝就用这1瓶油去翻转她现在的困境，翻转她现在的环境，解决了这个妇人所面对到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现在拥有的是什么？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。那以利沙就告诉他说：“你去向你的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。”下一节，帮我看一下下一节。好，下一节第3节这里有4个步骤哦，我们4个步骤。第一个，你到外面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蒙福之前，你一定要有行动。你没有行动，你就没有办法去期待上帝与你同在。所以你一定要行动，你一定要去。如果今天这个妇人她只有这1瓶油，她没有去做这个动作，那她也不愿意付上这个行动，这个神迹就不会在她的身上发生。
第二件事情，去向所有邻舍借空器皿。像你的众邻舍，它指的是关系，我们的关系。圣经教导我们，我们要跟别人要有和睦的关系，要爱人如己。这是要告诉弟兄姐妹，要让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之间的和睦、彼此相爱是相当重要的。如果这个妇人，他跟他的众邻舍、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不好，他就没有办法借到这么多的器皿，他就没有办法借到这么多的空的器皿，也没有办法完成上帝那奇妙的计划。所以我们都知道，一个美好的信仰生命，不单单只是重视人跟上帝的关系，也应当要去重视人跟人的关系，人跟人的关系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要去借空的器皿，去借空的器皿。神说你要去借空器皿，大家就会想说，为什么不要直接借满的就好了？我可以马上就可以把它卖掉，我可以马上就去处理啊，我可以马上做很多事啊，就会觉得奇怪。可是空的器皿这件事情是要告诉我们，是你要有一个信心的行动。妇人相信神的恩典会来到，他才敢去借空的器皿，他不去借满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困难，我们常常我们会很难去保持坚定的对神的那个信心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相信上帝可以帮助你、陪伴你去面对你人生命当中遇到的苦难，你所不能面对的挑战。所以对我们的天父，你要有十足的信心。再来是不要少借。以利沙他要妇人去多借这些器皿，因为你预备了多少的器皿，神就给你多少的恩典。相对的，从这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我不是叫你们真的去跟你们去借很多，你借我100啊，借我200这样，不是这样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这个意思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想看见上帝多大的恩典，就必须要有更多的预备。你要有更多的预备，你才有办法看到更多更大的恩典。所以我们要如何预备我们自己？我相信牧师常常也告诉我们，更多的读经，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的热心参与教会的各样事工，并且要将基督的爱活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，以身作则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神的孩子。接下来，以利沙他告诉这个妇人讲说，你去密室里面倒油，你关起门来，你去里面倒油，你去里面把你的空器皿把这个油给倒满。马太福音6章6节，他所教导的一件事情，他要我们进入内室的祷告。所以我们的父在暗中必察看，也必报答我们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顺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，我们没有一颗顺服的心，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，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依然会用我们自己所认知的经验，我们会常常用我以前习惯用的手法来去面对我自己的问题，用我的知识来去帮助我的问题。可是在这样的你自我意识高涨的情况当中，你就没有办法去看见上帝如何帮助你，因为你只看见你自己，你只相信你的经验，而不相信上帝，你就更没有办法去看见上帝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所以以利沙他也提醒我们，你要像空器皿一样，你要来被上帝来使用，因为上帝没有办法用一个装满的器皿，他没有办法再倒更多的给你，因为你已经满了。所以你必须要学习把自己倒空，让神的话语装满在你的瓶子里面，让你的装满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才有办法去看见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。
再来就是我们不单单只是要寻求上帝的恩典跟祝福，我们也要扩大我们的瓶子啊，我们也要去扩大我们自己的容量啊。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上帝所使用的器皿。如果我们只是那个小小的器皿，是不是很快就会用完了？可能这一个礼拜，我礼拜一我就用完了，礼拜2、3、4、5、6可能都没有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装满，把每一个礼拜把它装满，可以用7天，感觉很好哦。这种东西连续用7天这样，然后礼拜天回来充电，也可以这么说。你要把你的容量倒满，我们就可以看见，我们的生命会因为神的祝福、神的灌满了我们生命。我们为神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不论在职场上、校园当中，我们都可以为神来发光发热。所以以赛亚书54章2节说：“你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。”也能够让我们去更多的学习上帝的教导，也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行出基督的样式。玉山神学院77周年，77年来一样，我们一样面对了各样不同的挑战以及困难，也不断的去修正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培育出更多的牧者以及传道人。那玉山神学院的现况，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报考玉神的学生，跟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减少1大半哦。我记得当时2018年毕业之前，我那时候人数大概108个，现在原住民现在学生大概剩不到50个，所以这样的一个落差，就会知道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？为什么是教育出了问题吗？还是说原住民都没有很认真的去读神学院？还是说大家都不愿意去读了？这也是在这个也是对于玉山神学院一个很大的考验。玉山神学院也面到了困境，也遇到了困难。所以，因此我们都要去学习，从我们有限的生命，都能够让神的带领，让我们成为无限的可能。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，也许我们可能很难去避开我们自己的问题以及痛苦，就算我们逃避得了，那可能也都只是暂时的。我们都要去面对我们自己生命中的课题。那就是我们是抱持什么样的心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？思考一下，每一次你来到这里聚会的时候，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这里？教会中午有饭可以吃啊，我就来到这里聚会啊。这边我结束了我可以去楼下吃饭了。我们带有什么样的心情来到这个地方？如果每一场聚会、每一场礼拜都是神所设立的，那我相信不会没有感动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就会去寻找，我到了这里，我有没有感动？那我们一定要反问我们自己：每一场如果礼拜都是神所设立，怎么会没有感动？那到底是我带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到这个地方？我们来看看玉山神学院，在这77年以来，当然我知道那个待会播放那个影片，可能没有很长哈，所以我们先看看影片，然后我们再来彼此来去继续的分享。好，我们请同工，谢谢你。
在原住民神学教育里面，我们会关怀国家的前途，爱乡土，做台湾人，做有文化内涵的真正的原住民。我们会继续秉持这种信仰，来尽心尽力为主服事，来荣耀上主。育神他不只是在读书方面，他也是要从事很多各样的服事，教会的实习以及学校的活动，还有各干部的学习。其实一直以来很有负担的就是对于青年的这一块，因为人口的流失，又加上青年到外地来去工作、来去读书，所以他们很少回到部落里面来去学习自己的文化以及信仰的扎根。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经验，能够跟这些青年一起来分享，一起来学习信仰上面的部分，然后让信仰能够更加扎根，让他们能够不要去外面的时候，能够忘记自己的文化，跟忘记自己的信仰。传道人或是我们的同工，如果一直处于被动的状况，始终就没有办法看见会主动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始出去，特别是我们社区的文件站，透过教会去协助，做照顾老人的一些事工。文件站的负责人还有这样的感动，会邀请他们来教会聚会，这是社区宣教的一环。我在玉山社学院里面实习所遇到的一些困难、一些经验，我回去跟我的指导教授或者是我的老师来分享，由他们来提醒我该做哪些变化或者是改变，我才了解到说，我不能用一种方式来走遍所有的教会，反而是每个教会它都有自己的一个行事风格，我们也应该也要有这种精神，抛开这些我们以前固有的这些习惯、一些傲慢，真正谦卑的来认识这块土地。好，我们请敬拜团上来预备一下。我们不要看我们在玉山学院每一年的奉献的数字，可能对我们来讲，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目。今天你要有向上帝极大的一个信心，哪怕是今天你拿出1块钱，剩下的上帝都可以帮你预备。你们不能小看，不能轻看上帝的力量到底有多大。我们其实在这当中，我们都要面对我们自己生命中的问题。我们到底是自怨自哀？当遇到人的生命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我们是放弃了我们自己的生命，还是我们可以像这个经文的妇人一样，我们开始寻求帮助？还是你又要觉得说，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到，我自甘堕落，我放弃了？或许我们可以转换我们的眼光，看见我们所拥有的，你可以坚定的在全能的上主上面。当我们愿意学习我们的困难交托在上帝手中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不单单可以从上帝那里得着面对困难的信心，也更可以看见上帝如何用他丰盛的恩典带领我们勇敢的向前走。这首歌你使我勇敢，我们一起来做回应。我们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站起来。没有惩罚，没有惩罚，没有重担，因为活在你爱里，可以坦然面对自己。
惧，我的软弱，全都交在你手中。I am not alone。没有惩罚，我们再来唱一次。没有惩罚，没有重担，因为活在你爱里，可以坦然面对自己。我的恐惧，我的软弱，全都交在你手中。I am not alone。为我撑伞，是我的安全感，轻看一切困难，盼望未来。只有他出步伐，释放我的情感，你是我勇敢。这时我们要为一件事情来祷告，为着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在面对困境、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自怨自叹，还是我们可以寻求帮助？我们一起来同声开口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，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，也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谢谢主。再来从头用祷告的心来唱，没有惩罚，没有重担，因为活在你爱里，可以坦然面对自己。我的软弱，我的软弱，全都交在你手中。I am not alone。没有惩罚，我们再来唱一次。没有惩罚，没有重担，因为活在你爱里，可以坦然面对自己。我的恐惧以及我的软弱，我的恐惧，我的软弱，全都交在你手中。I am not alone。你会为我撑伞，是我的安全感，轻看一切困难，盼望未来。只有他出步伐，释放我的情感，你是我勇敢。再次为求神来为我们来撑伞，为我撑伞，是我的安全感，轻看一切困难，盼望未来。只有他出步伐，释放我的情感，你是我勇敢。玉山神学院77年所培育出来的牧者，都秉持着不怕风不怕雨的精神，要神要我们往神要我们去的地方。不论你是在山区，不论你是在都市，守护着台湾族人，无论风雨屹立不摇。每一个牧者们承传前辈的教导以及精神，能够期许成为部落中的玉山，在深山，在海边，在城市，也能够照顾族人，照顾弟兄姐妹，守护着部落，服侍那爱主的人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，因为你的话语彼此的让我们生命当中有造就，
也从你的话语当中去学习，透过透过以利沙对妇人的帮助，但是我们也从这个妇人当中看见了，她遇到了困境的时候，她第一个她向神来求协助，帮助我们。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就要来找上帝；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，你就要呼喊耶和华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带领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会后诗。主所赐的力量，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。每样走回家，有主同行，我不害怕。我要去传扬，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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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哦哦哦哦哦哦，哦哦哦哦哦，哦哦哦哦哦哦，哦哦哦哦哦，大声说，大步走，带着主所赐的力量，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。每呀嘿，走回家，有主同行，我不害怕。我要去传扬，每天都说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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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这堂礼拜到此结束。